用能油机的沙拉油验出低含物质超标，是药师表示，只要用到这批油超过2成的加工食品，拢要有风险落价。风台单位已经发展做强烈风台，拜5到拜6上晚进台湾，无论敢会电力，全台湾拢会受影响，落大水雨。华信航空飞高雄到花莲，还有台中到花莲的航线拍算要停飞，民航局嘛证实讲已经收到资料。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5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今年第9号风台巴威已经发展做强烈风台，目前强度是还佫继续伫咧增加，将有可能是会变作是今年上强的风台。气象署表示，这风台巴威按算拜5到拜6的上晚进台湾，无论敢会电力，全台湾是拢会受影响，落大水雨。透过卫星监测花莲万里溪防山湖状况，早起储水量57.7%，水位继续稳定升悬，无明显泄漏。风台特别接近林保署花莲分署做好准备。礼拜4开始会开始慢慢接近，那我们也正在严阵以待当中。每天大概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都会邀集相关单位需要的来召开紧急应变小组的工作会议。今年第9号风台巴威已经发展做强烈风台，强度也咧增强。目前每点钟11公里的速度向西刷震动，下礼拜4登北角度也是关键。气象署指出，接近台湾时，海云不利个发展，暗过有个宜湾市中度风台上限，全台拢明显好势。巴威台风距离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所以可以看到。主要降雨上来讲的话，会是以各地都有下雨的情形为主，那特别是要注意是在北部的山区还有宜兰地区，可能降雨会比较明显，那不排除会有来到豪雨的降雨的情形。气象专家林定文指出，虽然风台路线一有变数，不管东北角度安怎，巴威会为东南边向西北沙天东，中心结构不受山脉阻隔破坏。符合讲起西北台地区爱细致积日落雨。过去的西北台，我们最大的影响，也就是会造成桃园以北、基隆地区很明显而且集中显著的累积降雨量。主要的降雨会落在7月10号到7月11号的上半天。林德芬分析，因为巴威风台暴风半径大，有个下礼拜5到6全台拢受影响，无论风台中心是毋是有电力，北部海上风台警报记录拢伫75%以上，甚至路径若个偏西了后东北，局部地区也有发布入境的可能，一定要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中能油机的沙拉油，互人验出低含物质超标。原本是药师敢若讲，甲这批有问题的油落价就好。不过后来是改做有用到这批油超过2成的加工食品，伫咧7月初6暗时12点之前嘛，拢爱落价。台中市食安处继续去卖场、夜市等所在追踪中年问题油，目前已经查获283箱，总共回收超过1.5万公斤。不过，销售第一时间敢若要求回收第一站油品，其他产品免回收，引起大家讨论。这是暗时赶紧宣布扩大有风险回收，包含原型油品，用受影响沙拉油含量20%以上的加工制品。因为这个原型油这个还是以油的原型样态贩售的商品，也都预防性下架，然后去先检验合格之后再上架。考虑是按优先销售扩大有风险回收，不过中年油脂早伫4月到技术接到下边业者通报，不过一直到6月底才向销售通报，中间是毋是有涉嫌暗坎？周总统表示，这礼拜销售会甲台中卫生局实地勘察，会照台中市卫生局初步报告，调查清楚倒一环节爱加强，了会扩大检验，包含中年油品制停原料检验拢会改变，无完全改善免复工，回收加工制品。为什么用受影响沙拉油含量20%以上当作回收标准？周总统表示，这是照106年专家会议定出的处理原则。这一次呢，所验出的最高是8个 ppm， 也就是超出我们原本的安全2个 ppm， 大概是4倍。所以以这样的推算，那么合理的推算，那么把它下降到20%。以上的需要预防性下架。主管机关的说法有点像是，他一开始是超标，可是他把它降下来，这样子的话，其实跟法理相抵触，然后跟安全也是相抵触。
食品技术工会表示，政府应该回归根本原因分析，避免老虎式纠正。即马制度面虽然有要求业者自主检验，毋过无正做有效辅警。未来按为高风险、高产量甲营养范围广的食品，优先推动风险管理分级。赵总统表示，前来邀请国内4大炼油厂讨论原料制成检测等，后续高启定新的把关方式。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批有问题，由台中市府今仔日是去稽查第二届，因为讲这问题可能是出自巴西黄豆原料，可能是含水量较悬，或者是烘的过程受到污染。也针对风声讲这中炼油脂有 ND 通报记录，市府表示讲会过来调查清楚。就我们所了解，中联公司在接获下游厂商的通报之后呢，他们有积极的做一些相关的检定。然后检定之后呢，确定他们的产品有异常，就通报给中央，然后再让我们来做相关的后续的这些下架及稽查。那至于说他们有没有这段时间有没有延迟通报的话，我们还要再做更进一步的厘清。市府强调，若是中炼确实有 ND 通报，依法上当会罚300万。今仔日主要是针对原料佮制作过程来稽查，嘛要求业者理清可能的风险，提出改善的方法。继续来看台北西门商圈设立全台湾头一个户外结婚式，规定讲这有新的人或者是还未满12岁囡仔是袂使入去的。不过，所有民众发现讲，竟然有2个囡仔踮这结婚式内底，上无是有5分钟。市府表示讲，会阁加强来宣导甲稽查，若是违规，上当罚1万。为推动无结婚的都市，台北市府伫顶个月初，伫西门商圈的符合式结婚式正式启用。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有2个囡仔也踮伫符合式结婚式内底，疑似咧等斗阵的大人结婚。看到的网友表示，囡仔伫结婚式停留时间超过5分钟以上，为民破上网引起讨论。政府机关要多把关，要不然说真的，因为这里人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小朋友在外面等，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会遇到什么危险。希望小孩子能避开这个区域，这很危险。符合式结婚式内底拢是结婚的人，阁是密闭空间，囡仔较数一分泌，引起外界烦恼，是不是有2手婚、3手婚的健康记录？台北市卫生局回应，婚害防治法第16条，未满20岁人甲有身份的人免结婚。父母监护人或者是其他实际照顾的人，爱禁止未成年结婚。烟害防治法规定，未满20岁之人及孕妇不得吸烟。本市负压吸烟区入口已公告相关规定，未来会持续加强宣导及稽查，尤其是儿童、婴幼儿的2手烟、3手烟的危害，对于大脑的一个发育的一个完整，对孩子的一个注意力集中、情绪都有明确的影响。为达到无分都市的环境，台北市卫生局各公告8月初开始，就划给商圈甲新中山线行公园周边商圈禁婚，结婚的人爱到指定结婚区违规相关罚1万。不过，符合式结婚式管理依然爱等市府加强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家人一间准公托幼儿园有家长指控教保员苦毒囡仔，不过认为讲这市府罚了伤轻，怎走去幼儿园有爸母调，佫有等家长来抗议。市府表示讲会佫来审议，上紧伫咧7月会公告废止幼儿园的设立许可。直接对囡仔头壳拍落去，另外一个囡仔看到到地，惊甲毋知要安怎。安尼对待囡仔的做法也毋若一件，互受害囡仔的爸母是真生气。测试到幼儿园外口祈求爸母条也献过两，抗议这间准公托幼儿园教务员不当来对待囡仔。虽然贵人市府顶礼拜已经公布头一摆处罚，对2个教保员各处40万块罚款，终身袂使聘任，也下令幼儿园停招1年，解除准公共化契约。家长依然是不满。它并不是说一个单一个案，那你今天市政府只有裁罚园区6万块的罚款，跟停操1年，这是我们家长没有办法接受的。该严重处罚的就要处罚，心灵受创的补偿也不是金钱能够赔偿到的。虽然贵人市警察局讲会对献过2个抗议行为依法来侦办，市府是讲有加找7条开相关的委员会议来审议，若程序顺利完成，会来废止这个设立许可。预计将于周2召开相关委员会议进行审议。若程序顺利完成，最快将于周3公告废止该幼儿园设立许可。
做幼教真久的朱庆恒长指出讲，准公共化幼龄园一旦红戒度契约，家长无补助，加上心肝内有顾虑，一般都袂阁送囡仔去读咯。这绝对不可以被接受的了哈。契约被解除的话，等于说政府每个月对小朋友的每1万块钱的补助就没有了嘛，那家长会增加非常沉重的负担嘛，那当然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能够把孩子送到这个机构去啊。专家坦白讲，幼保工作真辛苦，人老袂写条，幼保员歹请，若请着人，幼龄园伊阁烦恼讲，做无偌久就是责，真歹甲伊严格要求，安尼恶性循环，真会互幼龄园就出现这种争议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华信航空是国内唯一有飞高雄到花莲，阁有台中到花莲的。不过，这2条航线因为即马是愈来愈少人坐，逐年拢在了钱。华信航空拍算要停飞，也民航局迄边嘛，证实讲已经有收到资料。国内航线高雄到花莲甲台中到花莲航线可能行入历史。独家经营这2条航线的华信航空内部数据显示，高雄到花莲航班平均载客率干了2成，台中到花莲差不多3成。实际问台中旅客这意愿并不悬。因为现在台湾的那个道路蛮方便的，开车就是自由性比较充足。本身是没有坐过这种航空，也没有飞过花莲，都是开车过去的，所以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华信航空董事长陈大军进前讲到，国内线载客按9成以上才会拍平。高雄到花莲甲台中到花莲2条航线每年了7000万，希望透过停飞，将运营线到需求较悬的离岛航线来前帮。学者分析，虽然过去这2条航线包括3间业者共时咧飞的黄金时期，不过即马提供路条件咧进步，航线的市场需求比服务性质较悬。平均的载客率可能也差不多就是在2成左右，所以整个经营层面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每飞一班它就一定会做亏损的这种结果。那甚至于说这个航班因为必须要去执行，所以反而在离岛的部分可能有一些航班的调度就没有办法去同一个时间来兼备。希望还是能够保留这2条航线。好，那不管是以中央的财政资源或是地方支持，不一定锁定的是台湾国内的客人，也许我们也可以锁定国外的客人，从高雄跟台中入境的。花莲旅游业者透露，其实台中航线、高雄航线带来，毋但是国内客，也有机会带入来台的国际旅客。去年开始就一直努力，希望透过旅游商品优化甲业业合作，引来乘客。遗憾业者也是选择申请停飞。民航局表示，已经收到华信航空函部暂停飞这2条航线的资料，来检视业者提出的说明资料。依照规定，暂停终止国内定期航线进行安检后乘客处理机制，报请民航局核准交通部核准。核准期开始60天了，将暂停或者是终止。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杯脚球赛正在进行，不过因为小影的关系，这球迷看比赛嘛是热甲挡袂牢。美国甲欧洲这阵嘛，这冷气甲电风就正抢市，白甲下叫，也这嘛互主要的制造商中国是趁甲优势势。这关大纽约地区天气有够热，真侪来庆祝美国国庆，也有看世界杯脚球赛观光客，一出门就热翕翕。东柏哥早日头的雨伞甲冰水，真侪人拢炸掉咧。It's very hot, although the UK is pretty hot as well. It's 35 in the UK at the moment. It's super duper hot. We've been using like cold towels around you, drinking a lot of water, being dehydrated. 国庆假期的世界杯脚球赛伫美国休斯顿、纽约、也有纽德西以及费城正在进行，也佫有多数体育场，也佫看比赛所在是露天的，真侪观众伫入场安检，也佫有伫咧看比赛时阵，拢伫日头骹晒真久，是真热。那安尼，体感较袂着超过38度的高温，互老大人无家可归，也是伫外口做事的人，面临这着雪的风险。纽约州郊区紧急救助的电话一日加真多，119急救团队准备真多兵地，来回伫外口无冷气的徛街内抢救病人，结果家己也热到要死，赶出10地强要着雪。极端的气候和真热的天气变甲真危险。欧洲的高温已经造成超过4000人死去。大卖场内底卖用个刷来刷去免正空的冷气，也佫有电风，拢无够通卖。6月份中国对欧洲的冷气出口量是增加真多，
即间的小商品中心义乌，各种新型的抗烈凉感商品卖真好，像是拍开有架电风，也使喷水雾的早日头雨伞是大销。伫外口使用有电火灯，也有喷雾功能的电线。实属的一粒就大面筋产品也卖真好。业者生产出货速度真紧，主要是条件配合欧美甲日本、韩国无同市场所需要认证甲材质的需求，讲会一步一步甲高级市场的标准，甲放伫产品内底来带动这升级。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台中有人利用超商教会者付钱的机制，伫咧网络共买 Pokemon 的卡牌，毋过最后拢无去领，怎互摕件？这卖货的人甲包裹摕转来了后，却发现讲这内底物件拢无去啊，而且阁毋若一个业者受害，损失超过10万。尤其是这收货地点拢是伫咧共一间超商，因为讲这超商内部的管理可能有问题，已经报警察处理。先是到超商领用退货包裹，为了自保，伊全部录影，并且伫超商柜台当场拆开，也毋过伊烦恼代志个人发生了。卡片不见了，这两包咖啡是我送他的咖啡。先是无过有啥物希望，搁拆第二个退货包裹。这个原本我都有封起来的，这应该也被拆过了吼。先是讲有一个买的人伫伊网络的卖场用回购付钱的方式买总计28000块的3张宝可梦的卡牌。伊逐个日寄出去，25到台中市南区一间超商，因为买的人无去退货，7天了后摕转来寄的这门市，因过包裹内底这3张卡牌却是拢无看咯。代志发生了后，才发现讲受害的人毋拿伊一个人尔。一问之下才知道说，我们这8个人都是同一个卖场的那个同一个买家的账号下的单，然后寄到的店也是同一个门市，收件的名字也是同一个。我自己的怀疑就是，要么内部管理有问题，这家店的内部管理是不是出了问题？要不然怎么可能同一个地方让大家肆无忌惮去拆包裹？我会建议说，可能在寄的时候，可能在封装的时候，可能也是要全程的录影，不能只有拆货的时候全程录影，这样才可以确保说我们在寄出去的时候就本来就有这个东西，那回来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就能证明说它中间一定是被别人拿走。我律师建议讲，这类的交易，卖人出货时阵上好也全程录影，才有证明真正有将物件寄出去。据统计，全国有8个受害者，损失总共超过10万块，其中4个人已经分别向台北、新北、苗栗、高雄这所在的警方来报案，希望莫有其他卖人受害。记者综合报道。澎湖一个经营畅水活动的业者，今仔日带游客要去畅水的时，发现讲有2只海龟去互鱼网仔甜条咧，袂顶袂动，赶紧通报救援，目前是已经顺利送到收容中心。眼睛有没有好啊？好厉害！目睭金的船长将船回转到300公尺进前的航线，可能发现2只40到50公分的海龟，互鱼网仔甜条咧。我们说声了，对不对？说声再说句凄美。互鱼网仔甜安安，海龟袂顶袂动，民众赶紧加开鱼网仔，发现其中一只互网仔缩伫暗滚，无确定2只海龟是毋是受伤。船长赶紧通报相关单位，将海龟送去验伤救治。看是不是渔民拄啊反网，还是什么网去钓了，水钓水钓的，因为它完全没有外伤啊，而且活力很好啊。今天先观察。明天再来做测量跟一些相关的事情。救援海龟的船长是经营澎湖7米南方四岛畅水的业者，伊讲已经几摆经验伫海上救援海龟。这2只海龟，一只是青龟，一只是玳瑁。这摆及时救援，避免因伫量的过程被严重刮伤。不过海底废弃的鱼网仔常常困住真侪生物，互海洋生物除了天敌以外，佫增加真侪生存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这阵仔天气真热，南投为着去因家长带囡仔来佚佗，设水池啊，互民众会当省水免钱。市府除了逐礼拜摒扫，嘛有设过滤的系统来确保水有清气。夏天玩水，大细汉囡仔做伙耍水，天气有影有够热。这是南投埔里的大米清水公园。对外开放已经4冬啊，当年到热天，拢会当上时开放，互200位囡仔做伙来耍水，会当讲是热力滚滚。这水是来自大米坑仔溪水，为着水质安全，100公尺进前就做净水池过20节，池仔水嘛维持活水，互囡仔有清气的水会当耍。水还蛮干净的啊，对，水很干净。刚刚也有看有人在把上面一些
树枝啊、树叶落叶把它就是打包起来，对小朋友玩水比较安心。做迄个沉沙池吼，有做一个沉淀吼，大概若落大雨了后，就爱赶紧把这沉沙池的这一寡杂物清理一下吼。暑假是确保吼伊戏水的这个安全，甲伊水质的这个好安的吼。玻璃顶流讲，大礼拜3、拜42天卖饼水池啊，互家长安心带囡仔来佚佗。除了这会当耍水，南投县阁有拄啊开幕的南投市中山公园的耍水池啊，还阁有当咧赶工试营运的一级清水溪公园，按算后礼拜会当全面来完工。另外，现主市阁有无耍水公园的德山，嘛会自7月18、19、2天，德山公所举行2天的耍水活动。在水池里面呢，会24小时的不断的循环，所以也请各位爸爸妈妈放心。试营运看这市内吼，目前看是无啥物大问题啦，看有法度先7月10就有法度完善来启动吧。遮尔多的耍水活动拢是免钱的，而且对水质，大家公所拢真用心的看头看尾。毋忙热天的观光大月，大家会当来南投耍。记者洪秀南投报道。即马会晓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根据统计，6岁到14岁的囡仔无够1成会晓讲台语。为着鼓励学真台语，赖一心先生写一本册，号做《台语宪章》，主张把这台语列作官方语言，透过政策来推广，希望会当继续传承落去。等下7点半，台语台台湾技术部就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个办伫苗栗山顶的台语大路营活动，大人囡仔讲台语是一件真自然的代志。这个家庭无其他的参其他的台语人连结，对这个囡仔来讲，伊的世界干那伫咧厝里讲台语，出去外口就无台语。安尼，这个囡仔真紧就会放弃这个语言，因为这是足现实的问题。台语使用人口逐年老化，要安怎救台语？赖一心先生写这本台语宪章，主张爱甲台语列做官方语言。官方语言是啥物意思？行政单位行政系统爱用这个官方语言，教育系统爱用官方语言，媒体嘛用官方语言，司法系统嘛用官方语言。赖一心也主张台湾通亲像瑞士等等国家共款做语言分区，伫南部等等本城台语就较普遍的所在，分割做台语区。就算讲台语区嘛是爱学中语，中语区嘛是爱学台语，后壁的结果嘛是会变作台语、中语变作全台湾的通行语，变作共同语安尼。只是讲有一个区域的官方的这个地位保障。要甲台语列做官方语言，也是成立台语语言分区，是福建台语的理想。但是现实当中，敢有法度真正来推实？赖一心也讲，要来宣传这个概念，建筑社会共识当中。记者郭文林、昆明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26度到36度，天气真热。中部26度到35度，注意天气变化。南部25度到35度，温差有较大。东部26度到34度，就要加啉水。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可能会落雨。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